就要来看这个高端疫苗，昨是开放注射头一天，有不少民众去注了后，讲安尼顺顺啊，无啥感觉。医师讲，这甲注射针头有关系。讲这个注高端疫苗是用成本较悬的25号级的幼针头。桃园病院院长齐英莲嘛帮高端来挂保证。讲新北市狮子会会长的传播链当中，有一个护理师嘛伫现场食饭，但是伊并无来喂到新冠病毒，原因就是伊有参加高端2期的试验，完整来做完着2剂高端的疫苗。这院长讲，这嘛代表高端疫苗的保护力是无问题。民众坐伫注射区等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来注疫苗。高端疫苗开放注射第2天，伫台北市的中间病院注射站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等要来注国产疫苗。因为我原本是第9类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感觉这种单元次蛋白的技术，感觉对我的副作用可能会少一点。一路等到现在就是。本来还是不晓得高端什么时候会出来，有一点不安。后来出来了，就赶快很放心。今年已经60岁区小姐明明会使先注其他排水疫苗，不过就因为相信台湾的疫苗科学，这摆总算是注到真想要注的高端疫苗。刚刚接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？完全没有，是完全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对。笑讲注高端一点仔感觉就无，其实真侪人拢安尼讲，因为这摆高端用的针头是单剂型，是成本较悬的25号精油的针头，和 AZ、莫德纳无同。做注射的时候，你的疼痛的因素有2个啊，一个是针头的粗细，针头越粗的话会越痛；第二个就是你在那个注射之前会回抽的动作，确定有没有回血。那回抽的越厉害的话，会越痛。那针头精油，互民众拢无感觉，嘛有伫台湾的外国学者相听，伊是中经院外籍博士后研究员谢浩南，伫推特讲，注高端因为对疫苗科学有信心，伫台湾真安全，有强大的疫情应变和优秀的医疗保健服务，疫苗保护力大家拢看有。波头病院院长齐英年讲，新北狮子会自产造成真侪人患着病毒，其中一个就包括波头护理师的翁婿。这位护理师嘛伫现场，不过伊无确诊，原因就是伊参加高端2期试验，已经完整注过2剂疫苗。毋那是在地医生挂保证，注射的人嘛家己证实这个讲法。毋那是用讲的，家己嘛来做，就是要来填国产疫苗。